大部分的人应该拢唔知讲地下水道到底生做营养变。嘉林新玉林昨昏特别落南到高雄，要来体验清地下水道的工课。咱嘛看到伊边仔的查某主持人清擦真肉感。新玉林讲生笑，伊讲伊普通时伫厝内含碗都拢无咧洗，即嘛爱清地下水道，才查讲原来这就是传说的地下水道。 地下水道到底生做什么款？艺人沈玉林9号落去高雄挑战清地下水道的工课。要修对，这里还比较贵的吗？这就是传说中的下水道哦。副市长李树川带队，沈玉林佮带过来女主持人做伙去冒险。进前的准备爱先做好，做干部的时阵就先说明是安怎爱落去清。这个水如果满了，那这一个从侧沟来的水是不是就流不进来了？流不进来的时候，它就在上面就整个就溢到路面就积淹水。一群人爬落去了后，女主持人听到有家抓先放声叫。蟑螂！我袂惊，我拢是互你惊着。甲沈玉林的手抓条条，为下骹看涂刷足够的，佮有粪扫伫内底，要互外界看卖啊高雄的地下水道太到有偌严重。人家门口的水沟有多脏，这里就是它的1000倍，因为我们这里是汇集各地的水沟。沈玉林讲，含行路嘛有小可困难，佮一概呼吁保护环境的重要。 我们在下水道捞到什么东西呢？这个就是暗示大家尽量不要把这些东西在水边丢弃。对抗天高的疫情，高雄市找艺人来体验，用轻松的方式，让民众了解市情的工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